白文扎失踪了。不仅是他，那个吴安娜也不在公司，徐乃娇也是无影无踪。怎么会这样？恕属下直言，大佐是不是有点过于相信这个徐乃娇的话了？我认为这个女人来路不明。为什么？不知道大佐还有没有印象？我们在香港的第一站，朗豪夜总会，与毛森争夺田成业和余秋霞一事，当时在台上演出的正是这个女人。所以，我觉得田成业选择在朗豪夜总会，一定绝非偶然。我怀疑这个徐乃娇就是军统的特务，是毛森的手下。还在为那个军统的死因争论呀？浪费时间。我觉得现在真正重要的，是怎么保证大佐的同计划顺利实施。现在在香港，肯定有军统在破坏我们的计划。与其在这儿白费口舌，不如真正塌下心来，去找找他们的老巢在哪儿。情报4课赴香港实施同计划已有粤语，速将最新进展汇报，已决定同计划是否有继续实施之必要。敬畏一郎，昭和15年7月5日。大佐，我们怎么回复？就说我们已经跟强华公司取得了联系，贸易正在进行，不日将跟重庆方面取得联系。这样行吗？就按我说的去办。嘿。另外，你明天去趟福达公司，做好一切交易的准备。会不会太早？毕竟强华兴业那边是什么情况，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必须做好随时交易的准备，不能再耽搁了。只要强华兴业这个公司在，他一定会派人来和我们交易的。
明白了。几乎每一个夜晚，侯天亮、包家荣都有这样的时刻。他需要反复地梳理每一天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即便他所有的公开资料都是真实有效的，日本人从原始档案中也没法查出他中国人的身份。但是，在情报四课这样的龙潭虎穴，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他时刻自己提醒自己，按照一个日本人的要求生存着。只有在确保绝对安全的情况下，他才会把情报传递出去。即便如此，对他而言，每一个情报的传递都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他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国家，是为了中华民族，而不仅仅是为了某一个情报，或是为了某一个人。这是他打入情报四课，并一直潜伏下来的原因。幸太郎，请进。幸太郎，下面有电话找你。说是谁了吗？没有说，是个女的，说是你生意上的伙伴。小泽，来帮我看一下文件。好。喂。喂。韦经理是。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时间到公司来一趟？我想我们应该就接下来的贸易进行进一步的切磋。放心，我今天一定到。好，那我就在公司恭候你的大驾。再见。再会。你好，是韦经理是吗？是我。这边请。这间办公室。韦经理是。
吴经理，请进。这位小姐很眼熟啊。韦经理是看着也很眼熟啊，小姓徐，徐乃娇。哦，想起来了，朗豪夜总会的歌后徐小姐。逢场作戏而已。是这样，徐小姐前不久刚刚入股我们强华兴业公司，她对我们这次的合作非常看重，想亲历我们的这次合作过程。没问题，只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行长也接到过徐小姐打的电话。电话里，徐小姐对我们行长说，强华兴业公司的负责人换成了徐小姐本人，还有那个白文扎白经理。所以，我不知道吴小姐。哦，上海总公司那边的确是要把我调回去，调令都已经下来了。只是徐小姐担心我的离开会给金井行长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在徐小姐的多方努力之下，上海总公司终于同意把我继续留在香港，转调白文扎回上海。原来如此。两位，还是聊聊合作的细节吧。在生意上呢，我完全信任吴经理。今天我就是旁听，完全可以当我不存在。好。有劳钟佐，麻烦你帮我向大佐问声好。这段时间我会一直在仓库盯着。韦景俊，你做得非常好，具体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我会跟吴小姐亲自接洽的。It's good. Yeah. What a fine day. 阿 Sir， 来一下，阿 Sir。什么事？我是一个商人，我看见一个强盗，曾经抢过我呀。在哪儿？就在那儿。那儿，就戴个眼镜那个人。他是强盗。Let's go。哎，你们 Follow me。干什么 Follow me to the police station。 ？Let's go with us。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OK。你要干什么？放开我 Shut up。放开我 ！Come on。你们凭什么抓我？放开我！哎，你们，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放开我！凭什么抓人？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您就可以举家回本土，大佐不会亏待你的。
这都是我等应尽的义务。木村宗佐，走好，请。我怎么了 ？Follow me, that's order。去。事情已经办妥了，桐油交易定在后天。金井武夫保证遵守协议，只要明天他们拿到桐油交易合同，广州那边就会放行扣押的白糖。很好。交易地点定在福大公司仓库，你们打算怎么行动？我们不会行动。这是组织上经过认真研究做出的决定。金井武夫十分看重这次交易，必然会做好防备工作。我们的人手不够，即使我们得手，破坏的也仅仅只是一船桐油，对大局于事无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可能搜集重庆方面某些败类与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另外，日本人的同计划或许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我们还要耐心观察他们下一步的举动。我明白了。徐乃娇为了控制我，给我安排了住处。我会派同志暗中保护你，你自己也要多小心。哎，让一让，让一让了啊！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啊，我来取一下毛先生订的衣服。什么时候订的？上个月17号。几点？下午4点10分。哦，给，毛先生在里面等你。谢谢。老师，你有点慌乱。老师，我可能被长谷川治给盯上了。情况有多坏？我不知道，但是我能肯定的是，我应该是在洋行被他盯上的。都怪我一时心急，想马上查出到底是哪家幕后公司，所以我才会被一路跟踪。不过还好，路上突然出现了2名英国警察，我才得以脱身。那就是有所暴露了。暂时还算安全吧。那你调查的情况怎么样了？我都调查清楚了。金井武夫用的是福大公司和强化兴业公司做交接贸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这2天，他们一定会交易。福大公司，我们这次是要摧毁他们的交易，还是放长线钓大鱼？秘密贸易线一定要掐断，这次的交易也必须破坏，不能让这批东西到日本人手里。可到时候金井武夫一定会严加防守，我怕我们会吃亏。为了党国的利益，必须这么干。知道了。老师，还有一件挺重要的事情，我担心同志们的行踪可能已经暴露了。
你是说日本人可能已经知道了军统站的位置了，是吗？应该是。不过现在还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我的直觉。不能仅凭直觉。行了，我自有安排。你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是。这是一枚蓝衣社社徽，上面是“京城团结，勤勉坚韧”，长谷川只会咬住你不放的。你要想办法把这枚徽章放在他看中的物品里。刚吉军，魏警局，找我有事。去哪儿了？我出去会一位朋友。看你魂不守舍的，不会是去找那个心上人了吧？说来真的很奇怪，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而且香港那么大，我居然有2次和他偶遇。你说，这算不算是有缘？算，当然算有缘。怎么样？现在感觉怎么样？我说不上来那种感觉，但是每次见到他，我心里就特别的开心。他就好像樱花一样，干净、优雅。别光顾着自己高兴，把我们的正事给忘了。出去那么久，不怕大佐临时有事找你吗？怎么？大佐找过我？我是说如果。啊，是这样。那多谢魏警军提醒。请。
我给您做了些点心。太好了！自从来到香港后，就没有品尝过小泽的手艺了。这是秋田县的豆沙芝麻年糕。上次吃的时候，那还是在昭和3年的事情了，还是你妈妈亲手做的呢。大佐，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在私下没人的地方，就不要叫我大佐了。是，舅舅。这个糕点可不能吃。中国人讲话，吃人家嘴短。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办呢？不是的，舅舅，没有。有什么就说出来，舅舅还能看得出来。是，舅舅，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不该问，可是我还是担心幸太郎。幸太郎他……你明知道不该问，为什么还要问呢？对不起。好了，不要紧张。我知道你心里喜欢幸太郎，不过男人的事情，不该过问的就不要过问。是。幸太郎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对他非常信任。我甚至希望战争结束后，你们能顺利结婚。好了，你回去工作吧。是。徐乃娇和吴安娜出现了，就在强华兴业公司，用不用我去把他俩给弄过来？不着急，捉奸捉双，现在还不是时候。不是头儿，这万一人家真的通了奸，咱们又没抓住我，这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通奸，你现在很有想象力啊。通奸得有张床吧？你把床看好了，不就没事了吗？明天去把福大公司名义下的仓库位置给我查清楚。哎，头儿，咱们为什么要查这家公司啊？这话该你问吗？是，卑职多嘴。那个白文扎怎么样了？白文扎呀，说来也奇怪了。这俩女的都出现了，唯独就是不见这个白胖子。我琢磨着，八成是悬了。狠毒不过女人心。忙你的去吧。是。
吴小姐，真没想到今天是由你来负责接货。行长有事在身，就委托我来跟你交易了。好，没问题。现在开始卸货吧。小心点啊！来，小心！给我上！快回去通知老王。走。这些枪都给我收了，看看有没有活的！快点！是。别动！带走！好，是。好，走。幸太郎啊，小泽，大佐是不是给你安排了很多工作？我们都是帝国的军人，服从命令是我们的天职。可是我不想你这么辛苦呀。小泽，过来喝一杯。好。
刚继军，魏景军，为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友谊，这杯酒我敬你。这杯酒呢，也算是我敬你的，感谢你时常替我解围。好不容易碰到了心爱的女人，刚继军要多珍惜啊！如果说到珍惜的话，你应该多多珍惜小泽。毕竟我们要珍惜眼前人，对吧？少佐，少佐，情报4课已经少了一个藤原忠嗣，现在就剩下我们3个人了。来，喝一杯。好，我们敬少佐。敬少佐。这杯酒呢，既是敬藤原忠嗣，也是为你刚起归右上路的。少佐，我不明白，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很清楚。你还想瞒到什么时候？你从洋行鬼鬼祟祟地跟踪木村中佐，要不是那2个英国人，我早就抓你个现行了。你就是军统的内奸。大佐，桐油交易失败，我们被军统袭击了，损失惨重。大佐，他才是真正的内奸。少佐冷静。对不起，对不起。把你的上衣脱掉。背着风。
说情长会，高跟鞋，刀锋如此轻纤维，一步一痛，一步一美，骄傲的泪水落在我心里的滴泪成丰碑。目光如此深邃，人海中蓦然相对，让爱勇敢地选择前路，转身那一刻止不住的泪，在时刻精诚戒备，逆着季风而无畏，用赤诚在捍卫，把手心的冷汗捏碎，眸眼神压到凄美的天边隐隐的惊雷，看烟花在徐徐枯萎，且只是滋味。往一处见人开出玫瑰，一处见人开出玫瑰。在时刻精诚戒备，逆着季风而无畏，用赤诚在捍卫，把手心的冷汗捏碎，眸眼神压到凄美的天边隐隐的惊雷，看烟花在徐徐枯萎，且只是滋味。往一处见人开出玫瑰，一处见人开出玫瑰。吴小姐看上去不像是个平凡女人。都说毛长官行事果断，雷厉风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只是这次您的行动是否有些过于冲动和草率了呢？要知道，强华兴业可不仅仅只是一家公司。